警方今去抄大埔美路创办人吴祖伦的徛家，伫现场也抄到这大麻熏油，也发现有一个西洛西宾毒巧克力豆含茶包，因是甲警方承认讲进前有食大麻。另外，警察是搁再查到有史以来上届大战的安徽他命走私案，查超过1吨的安徽他命含100多公斤的茄仔，这款物件呢，市民价值拢爱到24亿。 规排车单要通过管制哨，大批警察就冲起来，甲人甲车拢砸落来。原来车顶一袋一袋看到敢若粪扫的物件，内底煞拢藏毒品。以补给的名义，将4个大的太空包，夹下货轮。那里面呢，外观则以垃圾当作菜底来进行掩护，实则上里面是大量的毒品，史上最大的一个安非他命走私的毒品案件。历史上上届大量安非他命的走私案。 警方调查，卖毒的集团派货轮为越南外海，把毒品接过手了后，驶入去高雄港，再搁用粪扫做暗号，把这毒品搬上车，想要走私来台湾。也若查扣的安非他命数量超过1吨，K 他命嘛有上100公斤，换算市值是要加24亿的台票。为船长甲车队的人员，再搁到幕后的主嫌，今年8月份涉案的8个人全部拢抓起来。 警方哪掠走私，嘛哪追查咱国内有啥物人咧食毒？伫个网红局面累了了后，新北市刑大15个出动来扫毒。麻烦你，我们有出示收毒证件。刑警雄雄去搜查，伫个内底发现大麻。来开门的这个查甫人，就是大埔工艺美路创办人吴祖伦。警方甲问了后，伊讲这是朋友予伊的，嘛承认伊为旧年开始食大麻。几啊个月前因囝出事了后，伊就无搁食。毋过伫个查扣的毒品内底。 竟然也有人讲是违反杨果活性成分的西洛西宾，有3包含有第2级毒品西洛西宾的巧克力，毒品目前是并没有向外流传的部分。最近还有使用吗？在家人面前吸食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查扣到230克的毒品，除了伊家己食以外，敢有流出去，也要继续来追查。迄若同一天，警方嘛伫另外一个查某人因兜超出大麻甲食毒的家私。 伊甲吴祖伦经过验尿了后，2个人拢互移送检方获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